好，聖徒家人堂弟兄姊妹，你哋好啊！今日咧，我哋係6月嘅6號，咁我哋聽到咧馬可福音耶穌生平嘅第7章下半部吓。咁耶穌繼續教佢哋撒種嘅比喻，就好似佢哋要結果子，就好似生活中咁樣，唔係攞到個果子，只係一種口頭或者一啲表面一儀式感嘅宗教生活，例如就係翻下教會啊，係嘛，聽下道啊咁樣。更重要嘅係平日同人相處對待人。係應該點樣？咁琴日呢個聽咗嘅，我哋今日聽第7章，接住嗰種唔好做人唔好得個表面外殼，唔好假冒為善唔好扮嘢，一定要表裏一致。係琴日嘅信息之後咧，駁住今日又講啲乜嘢啦？我哋聽埋啦，開始聽啦。耶穌從那裏起身，往推羅境內去，進了一家，他不願意人知道，卻隱藏不住。立刻有一個婦人，她的小女兒被污靈附着，一聽見耶穌的事，就來俯伏在他腳前。這婦人是希臘人，屬敘利亞的腓尼基族。他求耶穌從他女兒身上趕出那鬼。耶穌對他說：讓孩子們先吃飽，拿孩子的餅丟給小狗吃是不妥的。婦人回答：主啊，桌子底下的小狗也吃小孩子的碎屑啊。耶穌對他說：憑着這句話，你回去吧，鬼已經離開你的女兒了。他就回家去，見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經出去了。耶穌又離好，咁我首先咧就俾個圖大家睇翻咧呢個地區先。咁耶穌咧就離開咗自己嘅鄉下鄉親。咁你如果記得我講道講咧，就係佢由自己嘅屋企嘅環境係嘛，一路咧就轉移，將福音咧就傳到去更多嘅地方。咁其中一個咧就因為熟悉佢嘅人咧，即係猶太人啦，反而咧係抗拒呢個福音嘅。咁有機會咧，就係因為佢哋自己咧已經覺得好熟悉信仰，好熟悉神，而且都覺得咧神咧只係停留喺佢自己即係一種優越感我哋叫做嘅當中嗱。咁咧依家耶穌咧，如果佢記得耶穌嘅鄉下拿撒勒喺呢度咁佢嘅生活嘅環境咧就係喺大嘅紅色嗰個圈叫加利利，下邊咧就係宗教政治嘅中心耶路撒冷咁咧呢度啲人咧就更加反對耶穌啦，驚耶穌咧即係咪即係興起一啲嘅新嘅勢力權力，咁咧就派啲人咧就由呢個綠色嘅圈圈咧就一路行山路啦，落山咁樣咧就去到加利利，就去睇下耶穌，甚至乎揾耶穌嘅把柄咁耶穌今次咧就離開咗呢個嘅加利利，就上到去腓尼基啦、黎巴嫩，即係依家都係有打仗嘅地方推羅西頓你見到呢度西頓推羅，咁一路就北上，就係一啲咧唔屬於猶太人嘅地方嚟嘅，唔屬於猶太人嘅地方嚟嘅。咁咧，但係原來耶穌嘅名聲咧已經傳到去嗰度咯，傳到去嗰度咯。咁咧就有一個婦人咧就特登嚟揾耶穌。耶穌咧嗱，你見有時耶穌咧，你話咪耶穌都幽默定講下笑定係用啲智慧咧試下呢啲人嘅喎，唔係直接講過。有時就好直接，有時咧都逐啲講係嘛，玩下嘢咁樣耶穌就話：我點會留翻啲食物俾你哋呢啲人啦？你哋咧我留都留俾自己嘅孩子啦，係嘛？係嘛？除非啲孩子有之餘咧，就抌落地度餵啲小狗，係嘛？餵啲小狗啦。哇，咁樣講咧，即係話我點會醫好你呢個外邦係嘛希臘人嘅婦女嘅屋企我點都醫自己嘅人，或者甚至乎狗啦，係嘛？咁即係好似佢哋係狗咁樣，有多餘嘅先餵狗啫喎，係嘛？咁但係呢個嘅婦人咧，唔知佢係知道耶穌嘅心定係夠決心堅決啦。佢就話：佢話主掉在底下嘅小狗都可以，零碎我哋都要零碎只要你俾啲碎零零碎碎嘅我冷飯菜汁我哋香港人叫係嘛，都有神嘅能力一樣咁寶貴嘅。哇！耶穌聽佢咁講咧，就話
你個女兒嘅鬼咧就已經走咗噶啦，會醫好你咁樣啊。咁耶穌應該咧，我哋相信啦，估計啦，就唔係刁難佢嘅，試下佢係嘛，試下佢咁樣啦，咁耶穌咧都係讓佢呢個婦人呢個機會咧，係即係講出佢嗰個心開了意，就推羅地區，經過西頓，就從低加波利境內來到加利利海。有人帶着一個耳聾舌結的人來見耶穌，求他為他按手。耶穌領他離開眾人，到一邊去，就用指頭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頭，望天嘆息，對他說：以法大，就是說開了吧。他的耳朵立刻開了，舌結也解了，他說話也清楚了。耶穌囑咐他們不要告訴人，但他越囑咐，他們越發傳揚。眾人分外驚奇，說他所做的事樣樣都好，他甚至使聾子聽見，啞巴說話。好，我哋又睇翻呢幅圖啊。咁頭先你聽到啦，咁耶穌咧先上咗去推羅啦、西頓啦，然後兜咗個圈咧，就再翻落去佢自己嘅即係服侍或者招聚門徒嘅基地加利利嘅呢個地方吓。耶穌咧就離開咗推羅啦、西頓，翻去自己鄉下。頭先嗰幅圖俾大家都睇咗啦，一個聾嘅人佢就再醫好咗佢，係嘛？逢係聾啞嗰啲咧，即係耶穌咧都即係令佢哋咧都重新得到嗰個能力，咁令到佢哋咧，我估計啦，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哋可以為耶穌做見證啦，係嘛？一路傳揚嘅時候，唔係淨係醫好咗佢，佢哋都賦予呢一班嘅人咧，所以我哋經歷咗神嘅咧，都可以為神去即係做見證啦，多多少少係嘛？呢個都鼓勵我哋或者甚至乎咧，唔係我哋親身經歷嘅都好啦，我哋見到身邊嘅人嘅信耶穌，即係譬如耶穌嘅門徒，佢咪見到嗰啲推羅西頓外邦嘅人都信耶穌，係咪嘅時候咧，佢哋都可以為呢啲事蹟去做見證咯，好嘛？好，咁停喺度啦，拜拜。